有民众伫咧彰化社头清水岩的18弯古道发现上清者，可能是破病互拼伫遐的烟墩。有学者伫咧烦恼讲，一寡破病的烟墩若准乱拼，会去影响到原生种的生态。东方所表示讲，目前有采检要消毒啊，因也会含警方指挥来追查。顶山步道边啊，规土骹的烟墩，有的是鸟仔门落了，剩一口气；有的是走到车路去用交过。彰化县社头乡清水岩18弯古道，疑似去用等2000外只烟墩伫遮，互经过民众感觉真惊吓。拄则人嘛掠几啊只尸体啊，真的很残忍呢。整个马路啊，车高架呢。陈庆福讲，当地是水源保护区，日前举办夜间生态导览的时阵，发现大量死亡的烟墩，可能是有人买饲恶意等伫遮，或者是民间放生的行为，或者是烦恼烟墩带有禽流感的病毒，会影响到当地原生的物种，造成生态浩劫。呼吁主管机关应该赶紧来移除。这一些不健康的个体呢，它可能会带有一些疾病，像禽流感之类的疾病，那也可能会传染给当地的一些原生的一个物种。而造成生态上的一个问题。查获确实是禽流感的案例的话，可以裁罚5到100万，就会违反到那个会弃物清理法。那我们会请警察单位提供看看有没有影像来追查，是不是有民众来恶意丢弃。彰化县东方所表示，已经派员采检消毒，搁请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掠凶手。若是确定检体有传染病，会使以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开罚5至100万罚款，但使费侵吞废弃物，另外会使以畜牧法处3万至15万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